阿迪哥人生第一次坐飛機就係中國南方航空，32年之後咧先至有機會再坐。今次坐嘅航班咧，機身特別印有新疆和田鄉村振興號。航班咧係單走道，座位33咁嘅排列，由波音737-800執飛。上機之前咧，每個座位已經準備咗一支水，仲有機上雜誌。座位咧就冇個人娛樂系統嘅。只有公用響頭頂上面打開嘅電視機。沿途咧會經過好靚嘅天山沙漠，建議咧就揀窗口位。1小時40分鐘航程，有熱餐供應，包括有酸奶、餐包、梳打餅。牛肉飯咧就勁少牛肉，其餘咧全部都係蘿蔔。仲有咖啡或茶供應。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